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英权阿群妹。大家伫吼，全世界各地嘅客家人游动多，因为客家人去到全世界各种无共用嘅素材，自然就会变化出众多无共用嘅饮食。今日嘅节目当中，要同大家来分享马來西亞嘅客家人來到台灣，韓國佢行係堅持啲嘅做馬來西亞好食嘅東西，要同大家來分享哦。實實嘅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呢度有請到位來賓來分享，馬來妹橘子分享。大家好，我是馬來妹，很高興今天來到這裡。好，歡迎分享橘子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分享。橘子的橘子是從馬來西亞來台灣的，對。然後你的媽媽你嘅阿妹是客家人，對，客家人。所以以前在馬來西亞那個地方，就是會有接觸到很多多元族群的文化，那也包含客家的文化。對。來到台灣，也他就經營一個自己的品牌，然後專做就是馬來西亞的娘惹的料理。今日也有眾多嘅內容想要來請教橘子哦，要請橘子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先來同大家講一下，為什麼橘子因為從小在馬來西亞長大，那怎麼會想說要來台灣？已經來台灣多長的時間了？我來台灣10年了。10年了。對，我來台灣念大學，然後現在都在這裡落地生根了。對。那當初是單純就為了大學想要來台灣嗎？對。想要來台灣念書。對，因為我們其實那邊蠻多華人的，就是華人會念華文學校。對。對，所以在那邊就其實因為台灣是我們會留學，就是升學的其中一個對主要的國家。主要的國家，對，因為語言也算是蠻沒有阻礙的，是很順暢的。對，所以當初就來台灣念大學。但是因為這個品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品牌是橘子自己創立的品牌。這個品牌也是在你大學的時候，對，其實你就已經創立了。對。怎麼？我覺得很了不起，你知道嗎？因為一個大學生，那其實在讀書課業也是蠻繁重的。但是你同步也創了這個品牌。對，就是剛好就是學校有通識課嘛，然後我已經忘記什麼課了，但是朋友就是想要就是利用這個通識課，然後去做銷售這個動作。對，在學校的通識的課程，對，行銷的課程，然後講說，我已經有開粉專了，那就是利用我的粉專，你直接就只把你的粉專就拿來給大家上課。對，因為想說，因為我朋友剛好也是馬來西亞人，我的室友，對，然後我們想說，那我們在校園裡面賣，試看看這個馬來西亞料理，試試水溫嘛。所以當初那個時候，這個粉專就跟這個課程結合在一起，對，然後他們就想說賣馬來西亞料理啊，對，你們都這麼剛好會做，就是想念家鄉味嘛。所以那個時候來台灣也會，就是有空的時候就跟一樣來自馬來西亞的朋友們一起動手自己做家鄉的料理。對，會，就是其實我們就是想念家鄉，然後又想要分享給台灣人，就是家鄉的味道，然後我們就會一起煮東西，然後一起吃這樣。所以這個差不多是10年前左右的事情。對，10年前。那個時候，台灣應該開始有一點東南亞或者是馬來西亞這些異國料理開始有一些了。對，剛開始，但不多。不多。所以應該是大家是很對於就是你們擺出來的這些食物是很驚奇的吧？對。或是很陌生，就想說嘿，沒有吃過，不知道什麼味道。對。所以同學當初的就是接受度都蠻喜歡的，接受度蠻高的，因為想說，東南亞的食物就是印象中就是酸酸的、辣辣的，就是像泰國這樣子的，對，然後我們就煮了出來，然後覺得，大家的接受度又是椰奶啊那些東西接受度蠻高的，對，就像娘惹糕也沒看過，對，因為其實我來念大學的時候，在台灣還沒看到娘惹糕。那個時候都還沒看到。其實要他講到娘惹，我還係冇嘛該懂口聽娘惹到底是什麼，但是我們等一下可以請橘子來分享。但是我們知道馬來西亞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多元族群的國家，它不僅僅是有印尼人，然後也有馬來人，然後也有當地的一些土著，甚至還有各個族群不同，就是像不同的華人講不同語言的華人，全部都有。那
你小时候你的成长环境，因为妈妈那边你的外公外婆，外公外婆你们都怎么称呼？公公婆婆。公公婆婆，哎，也是有一点客家腔的感觉。有一点，因为橘子小时候没有在讲客语了嘛，对不对？没有，对。所以，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公公婆婆这个，因为我们叫阿公阿婆，所以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接近。对，所以。小时候你的客家记忆，或是对于客家的饮食，还有什么样你还记得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对于客家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婆婆煮的，对，婆婆煮的客家菜，对。所以小时候就算虽然不会讲，但是你知道那个就是客家料理、客家菜。对。比如说有哪一些？就像我们马来西亚有蒜盘子。蒜盘子是一碟一碟，有一碟像牛温水，因为我们有一种也是板类的，就是米食类的，对，类似叫什么牛温水啊，对，牛温水，对，形状很像，对，很像，对，就是一个圆圆的，然后就是这个照片有一个凹洞，对，然后我们是用糯米粉做的。我们也是，你们也是糯米粉，所以它吃起来是有点 QQ 的感觉哦。但是你们的比较多颜色。对，我们有用，我们是主要是芋头啊，对，然后加一些什么紫薯啊，像这种金瓜，然后是炒南瓜，咸的，对，好看起来好吃哦，我流口水了。你知道客家人就像台湾的客家人，就是超爱吃这种米食类的。对，你在来台湾这10年，应该有接触到一些客家的米食料理，你喜欢吗？我蛮喜欢吃的。协议里面还是有那个对客家米食类各种记忆，所以那个蒜盘子是在马来西亚很知名的客家料理。对，就是过年会吃的。尤其是过年。对，过年。对。还有吗？其他的其实像那种菜脯汤。菜脯汤。对。菜脯汤就是外婆也会煮。对，其实很多菜已经失传了，就是已经也记不得它的名字是什么。对，但是你就是记忆中清记的嘞那种怀念的味道，就会婆婆做的这个客家料理这样子，是不是你们也有一点像我们的那个红龟板的那种感觉？对，叫米菇那种类似吗？对，我们叫洗板，龟形的板子，你们叫洗板。对，龟形米菇是包子这样的。对。你们也有，我们也有。对，所以就像这个这是昂菇桂，这是昂菇桂，对，这是昂菇桂，这个我们好像也有。对，你们是我们是红色的，你们红色是扁的，对，我们是龟形的。你要里面有包东西吗？有，我们蛮多的，包红豆、绿豆、花生，那些芋头、芝麻都有。对，而且好缤纷哦。对，这个颜色都是什么的颜料啊？就是有紫薯啊，然后像绿色南瓜，然后绿色是香兰叶。对，很棒哎。所以今日呢，同大家来分享吼马来西亚客家人的料理，马来西亚客家人的料理，所以很特别。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其实橘子自己创立的这个品牌，你把你之前在马来西亚的饮食记忆带来台湾，其实也有一点像是你自己思乡的味道。但是后来你想要把它的方向导到一个想要以娘惹料理为主题。对，那我们讲的娘惹到底是什么呢？娘惹其实在马来西亚是一个蛮独特的文化。它是发源地是在马六甲。然后当时就是华人南移到南洋打工嘛，对，所以就是华人跟当地的妇女通婚，就结婚之后生下的下一代，女生叫娘惹，然后男生叫爸爸，所以叫爸爸娘惹。爸爸娘惹就是等于说是华人跟当地人结合，对，产生下来的小孩，下一代，男生爸爸，女生叫娘惹，对。那娘惹才会有料理吗？有爸爸料理吗？因为以前主要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嘛，所以做出来这些美食都是女生在做的，所以厨房只能女生进厨房。原来对，所以就变成就是娘惹菜、娘惹糕。那娘惹糕就是除了这种米食料理之外，也是有料理类的。有就是菜料理，就是主食类那些都有。哇，所以
那为什么想要就是单纯往这个方向锁定自己的品牌，在这娘惹的料理？因为其实当时我在就是锁定这个范围的时候，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就是多元文化嘛，太多了，就是我知道，因为还有印尼料理，印度料理、广东料理，广东、潮州、福州什么都有啦，什么都有，客家、福建都有，那太广了。如果真的要做的话，一三一没办法啦，一个人没办法，听得懂哦？对，听得懂，但就是没办法，太多了，什么都想做，但是做不来。那我就是 focus 在我的家乡。马六甲，因为马六甲就是娘惹的发源地。对，所以就等于说算是你的招牌，也把你自己的成长历程带来台湾。所以这个品牌到现在来说，应该也有10年了。算是没有那么久了，粉专创了10年了，应该有7年，7年这么久的时间，没算很悠久的哦。故事有关橘子还有那条故事，爱同大家来分享哦。而且休息一下，等下再过来同大家继续讲哦。有陣都復起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有請到對於馬來西亞來到台灣已經有10年嘅橘子，來同大家來分享佢到台灣嘅創業都也哈，剛剛講7年了，這麼久的時間，創業已經7年了，這個品牌，然後都是以娘惹料理為主。剛剛有講到這個娘惹嘅意思，就係講嗰種時嘅發言，去到南洋，去嗰片大邊嘅時節，同嗰片咧什麼人結合，講出來嘅寫來嘅就按到爸爸，妹嘅就按到娘惹哦，所以講下來嘅妹嘅，他要做出來嘅按到嘅料理就叫做娘惹料理，然後就包含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先來講第一類，我覺得它的顏色好漂亮，但是呢，它的樣子跟我印象當中的某一種客家的版很像。它家有一種版，按到9層版，它叫9層版。對，然後客家的是咖啡色、白色、咖啡色、白色，對，這樣子一層一層的。對，然後就看起來就是跟它幾乎一模一樣。對，就是一樣，就是也是一樣9層。對，也是一樣9層，這個也叫做9層糕。對，也叫9層糕。也叫9層糕，那也是你們傳統的料理，是什麼時候會吃這樣子的9層糕？什麼時候會吃？其實什麼節慶？節慶嗎？會嗎？有特別節慶？其實早餐、中餐、午餐，其實點心我們都在，就是日常生活都會吃。哦。就但是節慶的話，就像有些人結婚啊，或者是像99重陽節，其實也會吃。啊，有一種登高望遠的感覺，步步高升，對，喜氣的感覺。其實跟台灣的好像也習俗是蠻接近的。對。但是它的顏色其實也跟你小時候吃到傳統的不太一樣了，對不對？對，不太一樣。你小時候吃到的是什麼樣子？我們小時候吃的是紅白。哦，這2種顏色。紅色、白色，對，紅白。哦，對，這是這2種顏色。對，因為紅色的話是紅色素，我們那邊是加紅色素。對，因為來到台灣比較注重就是健康嘛，就不想要用色素類的東西，所以就換成紫薯。哦，所以它會有一個很漂亮的顏色哎。對，紫薯，然後綠色是香蘭啊，就是東南亞非常喜歡用的這個香蘭葉，很漂亮。然後我想要來吃吃看，我很好奇它的口感是不是跟我吃到的感覺很像哎，就是也是 QQ 的感覺。我一碰到舌頭，我就說有吃到椰奶的香氣。對。我們的糕點都是會用椰奶，好香哦。感覺也是糯米，全糯米嗎？也不是，就是有再來米粉。對，也有那個素薯粉。哦，所以它吃起來它不像是糯米完全的黏 Q 感，它比較有一種小脆脆的感覺。對，比較有嚼勁的感覺。很特別，但這個就是固定的會出現的料理。對，固定。這是9層糕，就是娘惹糕裡面算蠻經典的。
好好吃哦，但也是我最讨厌做的。为什么？因为一直要蒸9层啊，然后这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对，那蒸一层的话就要7分钟，所以9层就要1个小时。所以你这个的做法是一个模具，然后你把那个米浆倒进去1层之后蒸7分钟，对，然后再拿出来再倒，再蒸，再拿出来再倒，对。很麻烦呢。对啊，就是很搞纲，就是繁琐在那个就是工这边。而且那个一类某注意，你可能它可能没有蒸熟。如果你这样再倒的话，它的颜色就不漂亮了。对，就是会变成晕染版的。对，混色9层版这样子。所以对你来讲是很辛苦。它做起来很辛苦的一种料理，对，就是时间长，然后又要在蒸汽那边的那个，很费工。但是就是像这种的米食，就是娘惹料理很重要的核心，对，所以还是会做，会，就是大家都会。就是印象中就会吃的。那还有另外一个，这个颜色也很漂亮，而且它看起来里面的口感不太一样哦。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个。这个的话就是香兰糯米层糕，它下面就是糯米，然后它的蓝色，对，蓝色是有加蝶豆花，好漂亮哦。它这个我在印象中台湾应该没按那个，就是糯米加。对板类的结合，没有，台湾没有，我好像没有看过。传统也是这样子吗？传统，你说马来西亚的？对，马来西亚传统也是这样子，对，也是这样子的，就是糯米加就是这种板类的结合。对，我好好奇哦，我要找一个中间，对，中间这样一起吃，很好吃哎，因为糯米更可以把那个甜味带出来。对，因为糯米我加一点，就是有点咸，对，咸甜，好好吃哦。然后它口感其实跟9层糕不太一样，但是你看绿色的地方，真的也跟刚刚9层糕的那个板的地方不太一样，口感完全不一样，因为用的粉类可能又不一样。对，而且这是什么味道？这个是完全香兰的味道吗？对，香兰叶。它的香兰叶的味道又比刚刚那个9层糕再重一点点。对，重，因为它有加鸡蛋在里面。鸡蛋呐？对，蛋。好神奇哦！就有点像卡士达那种感觉。对。哦，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了。原来，所以这真的是很有特色的。对于台湾人来讲啦，对于台湾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意外的米食的结合。很好吃。对，所以难怪真有特色的一类料理。但是，讲到东南亚、马来西亚的这些很知名的一些料理，俺们泰港有糖沟有那个一种叫做尖蕊啊，绿色的，对，绿色的像我们米苔目的东西，对。然后我印象当中看过，好像是很像冰品的感觉，对，就很像剉冰，对，剉冰，我们当剉冰吃。对，我觉得那个尖蕊是我印象当中跟台湾的那个米苔目，甜的米苔目很接近，对。做法是不是其实也很像？对，做法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的尖蕊是用香兰叶下去，然后我们吃剉冰就是加椰奶、椰糖它加红豆那样下去，然后我们就是黑糖。对。原来是这样子，黑糖跟牛奶这是台湾版本的。对。椰糖跟椰奶。但是这个尖蕊对你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算是传统的点心嘛，对不对？小吃。但是你也把它跟你的创意结合，变成一个新的商品。对，糕点。是什么样的糕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尖蕊里面是有一条条就是绿色的嘛，对，绿色，然后中间就是那个下面就是红豆，然后上面是椰糖的。你就是把那一碗冰，对，重新诠释成另外一种板，一个糕，对，很有创意耶。这个，我想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吃到会很有感觉。对，你当初在发想这个创意的时候，应该有请马来西亚的朋友试试看吧？
没有，那时候没有机会哦，真的啊？对。那后来有就是马来西亚的客人吃到这个，然后有跟你分享他们的想法吗？就是还蛮特别，就是想说，怎么把小吃变成糕点这样子？有觉得熟悉的味道。对，这很像把我们客家人、台湾客家人很知名的就是客家小炒。很像我们把客家小炒把它做成一个糕，我下次创业我就这么做哦。可以哦，毕竟创业也是曾经是我的梦想之一，说不定我以后还有机会。我行一版我就老给客家厂用拿来做一类版，然后我就来开店位来卖客家版，然后就说是拿那个客家小炒，可以哦，你把它包起来哦。我觉得好像可以哦，可以哦。好啦，很有趣啊，所以其实像按用给想法。创意，我觉得是真的要对于自己的家乡的味道有热爱，才有办法做出来。所以其实后来也有开一些有点像是体验课的课程，对不对？对，手作课。手作课他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啊？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其实就是把我会的糕点，就是他们想要经典的类似这样子的，就是9层或者是香兰糯米糕。对，就因为其实我为什么要开手作课，其实就是想把这个手艺可以就传承下去。因为其实很多人对于做这种糕点其实越来越少了，因为第一就是时间长，第二就是很搞纲。真的。对，然后很多学生就做了之后觉得买比较快，因为做真的太久了。对，但是跟着做体验做的感觉跟买还是不太一样的。对，虽然他以后可能还是会用买的，但是他曾经做过一次这件事情，跟这个文化就会记在他的心里。对，对不对？就是想把这个文化，然后这个糕点可以让它就是流传给大家。对，我们有看到，其实今天这个橘子也是应该是传统服饰来。对，这是娘惹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所以娘惹服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五彩缤纷，然后我们上半身跟下半身其实就是就是颜色是蛮对比的，就是跳色，红蓝这样子。对，就是一定要跳色。对，上衣跟下那个裙子都是要跳色，然后我们会就是这个我们叫巴底布。巴底布，做出来的裙子，对，然后巴底布就是有这种彩绘这样子花样，然后这就是针叫什么？绣，对，绣花，对，绣花就是会在我们的这边到领子这一边。对，好漂亮！它其实有结合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些元素，元素下去。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娘惹，就是所谓的华人跟马来人当地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后代。对，所以其实这女儿等于七嘎贵嘎的文化多元文化，才有办法把这样子的心情，还有这样子的料理传承下来，再跟大家分享。还有等女儿同听下来讲先休息下，等一下再来。好，非常睇介有陣都復起來咧，我係做一拳阿拳妹，今日節目當中有請到對馬來西亞來到台灣10年嘅橘子來同大家分享佢嘅創業配做呀娘惹料理。剛剛我們介紹了東島總共用嘅娘惹的版娘惹糕系列，那娘惹料理唔單槍版嚟聽聽，也有就是料理類的，就像我面前前面這一盤叫做仁當雞，仁當乾咖喱。人當乾，為什麼要乾咖喱？乾咖喱就是它就是不是濕的對，因為我好像有在新馬料理看過人當雞是比較濕的，是嗎？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一樣的哦。我只覺得跟我在店裡面看到好像不太一樣，但這也是一個很費工的料理，對不對？跟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它裡面的食材就有南姜黃，然後香茅，然後還有那個我們叫檸檬葉，我這樣看還有辣椒、洋蔥蒜都很多。就看到它上面這個全部都是滿滿的香料，對，就是香料就要磨，然後還要炒。我整個就是在流口，我不客氣了。
然后那个饭好香哦。饭就是椰浆饭。对，椰浆饭就是有名的辣死你妈。对，辣死你妈。到底怎么讲？nasi lemak。nasi lemak。对。哇，好好吃哦！天哪！你要配那个辣。这个辣酱是经典的辣酱，我们叫三八酱，吃了会三八，没有啦。吃了会很三八，是不是？然后会很辣吗？对吃辣的人来说，其实就很爱，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个叫万能酱，因为不管是吃炒面、炒饭，或者是吃都会配。好好吃哦！我觉得我算是那个有吃东南亚料理的嘴巴的客家人，我就是很喜欢重口味的味道，酸辣我都吃，酸辣。咸食的话，甜我不能吃那么酸，但是料理的酸我很能接受。然后椰奶我也超喜欢的，椰奶的元素我也超喜欢，所以刚刚这个人当鸡是不是也有椰奶在里面？有，对，饭也有椰奶，对，整个就是椰奶的味道，对，然后很浓郁，对，就是我们的料理其实主要就是一定会加椰奶，对，然后刚刚那个三八酱。它的甜味跟我平常吃的甜味又不太一样。对，就是三八酱其实还是有一点酸酸嘛，对，因为我们有加那个雅生果，我们叫阿桑下去，就是有点酸酸，一定要加点糖嘛，就是甜，对，酸甜这样子。可是这些配料在台湾不太好找吧？真的不太好找。因为都是进口的，因为台湾本身现在可能有一些像是什么香茅啊、南姜啊、姜黄啊、这些什么，还有那个叫马红叶，对，开始有一些人在种，对，少部分啊，但是就要自己去找新鲜的，对，还要新鲜的，一定要新鲜，干燥的味道不一样，哇，所以。光是要做这个料理，要把材料收集到，就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其实蛮辛苦的耶。对啊，就是那个制作过程也是时间也是跟糕一样，都很长。跟糕一样都很久，那跟九层糕一样麻烦。有哦，因为光炒那个料其实要炒一个多小时。而且这个酱啊，我刚刚吃，虽然以命黑做的是辣嘞饮，我可以吃辣，所以我觉得还好。但是你在炒的时候，应该整个厨房很感动哦，对，一边煮一边哭哎，对，会吼，对，很感动，很辣，所以不对，辣死你妈的不是椰浆饭吗？这个是三八酱，很辣。对，好啦，讲神奇的，但真紧做在想创业做亚的速工的传统料理，一听嘿很辛苦，挺辛苦的事情。橘子觉得创业这7年来。很辛苦的地方是什么？不管是你自己觉得你工作辛苦啊，或者是对于客人的抱怨啊，想要讲都可以趁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其实我的客人其实还就是对我蛮体贴的，就是蛮体谅我的。但我觉得辛苦的点就是因为娘惹糕它保存度不高，所以我都会晚上或者凌晨起来做。对，做到然后早上，然后再放凉切好再送出去。对，就是时间拉很长。对，这是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但其他地方其实都还好。对，这部分很辛苦，但是我吃有轻辛苦就像刚刚橘子也有讲啊，他开课本太敢去体验，让大家自己去手做，自己去上课，大家做完就发现好麻烦哦，我还是用买的好了。所以买的话，你就会要付出比较多的金钱，因为这个不管是从它的原料或者是制作过程，全部都是得来不易的，对不对？其实过程都很辛苦。对，就是制作过程啊，对，然后而且现在的原物料一直涨，对，全世界都穷游，所以就是我们要吃到好吃的东西，手工的东西，就听说就是要付出多一点的成本，这是一定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更令人觉得熊二来吃宽拿想要来尝试，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文化可以透过饮食来感受，就算我们可能退翻
无按用的文化，但是我们可以透过饮食来感受到。就像橘子小时候感受到的，你感受到家里有这样子的氛围，有这样子的饮食，然后这个食物可以对你给婆婆是婆婆传承下来到你妈妈，再到你的手上。对，就是民以食为天嘛。那你要认识这个文化，就是第一就是吃，吃它。没错。那小时候妈妈也是有在做这些娘惹糕。对，我为什么会做娘惹糕？是因为我妈妈也是做娘惹糕。对，从小我妈妈就是做娘惹糕来卖的。对，所以妈妈也是靠做娘惹糕为生。但是我听说橘子的妈妈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热爱玩音乐的指挥家，对不对？对，我妈妈是超爱玩音乐的，然后她现在就是国际指挥家。对，然后也是钢琴老师啦。但是因为家里有些事，就是变成家里的经济负担就在我妈妈身上。那时候我们还小，对，所以我们需要就是经济来源，所以我妈就是就怎么说，把她的音乐暂停，就可能就是主要是做娘惹糕这样子，但是她也是音乐就是她的动力嘛，对，让她可以有一个放松的时间这样子。对，所以橘子是用被娘惹料理养大的孩子，对，都对，可以这样说，娘惹糕养大的孩子，对，所以妈妈以前就是暂时放下音乐的梦想，但是就是一直去很辛苦的做娘惹糕，对，所以你们一直记得这个味道，对，记得妈妈传承的味道。对，如果说我做的跟我妈妈做的娘惹糕，我还是觉得我妈妈做的最好吃。对，因为那应该是一个记忆的味道，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是你感受到妈妈的辛苦，对，妈妈的爱啦，妈妈的爱，妈妈的辛苦，对不对？对，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应该在橘子的印象当中非常非常的深刻。对，从小就是吃着妈妈的味道长大。对，但妈妈现在就是 OK 了，已经可以继续完成她的音乐梦想。她就继续她的音乐梦，然后换你传承了。我很好奇耶，妈妈知道你开始在做娘惹糕，她的想法是什么？她想法，她其实也支持啦，但是会觉得很辛苦。对，因为她知道嘛，因为制作时间也蛮长的。对，然后制作完，然后你要拿出去。这样子交给客人啊，或者是因为我妈妈以前就是摆摊，那制作完之后，她还要再去夜市，那夜市回来又要清洗那些，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对，所以其实这些甘苦橘子也都知道，然后你还是愿意一直做下去。对，那你的动力又是什么？我也很好奇。我的动力就是想把这个味道传承下去啊。所以将来你有下一辈？也不知道啊。对，但是我女儿就是还蛮喜欢吃的，真的哈。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味道咪西给记忆黑天懂神奇的事情，就是那个味道你会一直记好久，然后会一直陪着你到你长大，然后那个记忆会一直存在。所以如果黑公天司机条前的观众朋友，你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想体验的话，接下来就有一个好机会，就是我们的下周末是11月15、16号，在这个台北南港的这个北流附近有这个市集。对，然后这一次是什么样的活动？橘子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今年就是蛮大型的马来西亚文化日。对，它是在15、16号这2天，我们会有35个。就是摊位，好多哦，对，很多，然后也有从马来西亚过来的，特地过来的，然后我们还有很多节日，就是节目，好像跳舞啊，马来西亚很传统的那种舞蹈，对，或者是乐器那些都有。所以橘子会去摆摊，对，太棒了！如果下礼拜6、下礼拜日有限的时间分享大家去到北流的周边市集，嘿，某个发每周得去请这个橘子，他的粉丝专业都可以订购，会有表单给大家下单。故手今日非常感谢橘子来到节目，谢谢橘子，谢谢。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时间休息一下，停停欣赏看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韓國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亞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